詩篇16篇。主，你必指示生命道路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我曾對耶和華說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福氣唯獨從你而來。主，你必指示生命道路。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是尊貴的人，是我最喜悅的。追逐別神的，他們的愁苦必增加。他們所澆奠的血，我不獻上。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福分。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主，你必指示生命道路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。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耶和華。在夜間，我的心腸也指教我。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就不致動搖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。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主，你必指示生命道路。雅歌5章9節至6章3節。你這女子中最美麗的，你的良人有什麼勝過別的良人呢？你的良人有什麼勝過別的良人，使你這樣囑咐我們？我的良人紅潤發亮，超乎萬人之上。他的頭像千足的純金，他的髮綹捲曲，黑如烏鴉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，沐浴在奶中，安得合適。他的兩頰如香花園，如香草台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滴下沒藥汁。他的雙手軟如金條，鑲嵌水蒼玉。他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圍鑲嵌藍寶石。他的腿好比白玉石柱，安在精金座上。他的容貌如黎巴嫩，佳美如香柏樹。他的口甘甜，他全然可愛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這是我的良人，這是我的朋友。你這女子中最美麗的，你的良人往何處去？你的良人轉向何處去了？我們好與你同去尋找他。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中，到香花園，在園內放牧，採百合花。
我屬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屬我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。哥林多前書15章1至11節。弟兄們，我要你們認清我先前傳給你們的福音。這福音你們領受了，又靠着它站立得住。你們若能夠持守我傳給你們的信息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否則，你們是徒然相信。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最重要的就是照聖經所說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，還顯給基法看，又顯給12使徒看，後來一次顯給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現在還在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。以後他顯給雅各看，再顯給眾使徒看，最後也顯給我看。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稱為使徒，因為我曾迫害過神的教會。然而由於神的恩典，我才成了今日的我，並且他所賜給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。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其實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典與我同在。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使徒，我們都如此傳，你們也都如此信了。請同心禱告。復活得勝的上主啊，你創造逆轉了混亂無果的世界，以生命的權能祝福萬物。你在基督裏發明你愛世人的救恩，以聖死復活的生命救贖連結我們這些罪人，賞賜我們權柄位分，成為你的良人與知心朋友。你實踐以馬內利，是時刻與我們同在同行的救主。你讓我們親眼得見你的榮耀，親身經歷你的良善與覆庇。我們即使用盡最華美的言語，也無法盡述你的美好。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！聖潔之主啊，你竟親自降臨，住在罪人中，與罪犯並列，降在陰間，從死人中復活，站在我們當中，作我們的光明和指引。我們稱頌你，讚美你。主，你的指示生命道路。揀選厚賜恩典的上主啊，你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恩典浩大，超乎人能想象理解，讓我們經歷你深沉的愛，復活的權能。你救拔我們脫離捆鎖，
挑戰我們放下安逸自足的謀算，呼喚我們跟隨你，走成聖的道路，顧念你所顧念的，與我們共享你的榮耀。你是我們的良人，我們的心愛慕你，尋找你。你往何處去，我們也願追隨。求你加添我們行道的力量，使我們堅定地與你同去，因為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你必按你的美善指示我們生命的道路。主，你必指示生命道路。奉作我們良人，引領我們行走天路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禱告，阿們。